嗰啲，我哋嗰日發現咧，佢個巴公井就咁似喺嗰度啊，即係我哋嗰啲。呢兩把刀就放埋喺度啦，啊得啦。嗰日就嚟通村啊，發現啲兵器咁樣，就即刻嚟咯。啊！佢哋廣州石牌，我就黃埔，我就廣州黃埔。喺南海大瀝瀝中李潘村嘅街道，有一行4、5個嚟自廣州嘅武林中人，佢哋特登揾到嚟大瀝買兵器。輝哥，呢啲係咩啊？白色嘅手啊有汗啊，省啲壞實品我先揸得唔離反㗎。呢條唔幫佢關沙，呢條靚一條，哇！呢條呢條幫佢關沙。呢條有紋㗎嘛，佢自動㗎嘛。係就嗱自動㗎嘛，唔係整出嚟㗎喎。佢種咧就更樹頭啊，更個樹頭嗰度啊，就呢啲老紋啊，更樹頭啊。佢自動生出嚟㗎，一根以前咁樣生，出年嚟就咁樣生，咁佢話內風，棵樹嘅抗風力大，佢得啱。佢靠近樹頭就嗰個木紋啦，靠近樹頭係好硬㗎，好硬。佢哋口中所講嘅輝哥係一位隱藏喺大瀝嘅冷兵器手藝人，佢全手工做嘅刀棍剛中帶刃，深得習武之人嘅認可。呢係青坑嘅，個來就咁出㗎啦，關關事。啊！我青坑嚟嘅。你插嗰個，個彈性好強啊！證明咧佢有個材料好靚。南拳武術兵器多以刀棍為主，對習武者嚟講，稱手嘅兵器更令其如虎添翼。一條簡單嘅木棍，尚需做到圓、直、硬、韌，亦只有傳統嘅人工手刨，經過千次打磨，先可以為一條木賦予兵器嘅靈魂。買啊！而且咧就冇咁好手工啊，冇手工做得咁靚，磨得咁靚。我哋攞咗阿潘師傅好多把刀已經嚟啦，因為我見過幾10年咧最靚佢做得嘅工藝。仲要將把刀，佢嗰度無敵頭先參加個國際武術節比賽咧，係咪嗰個總統咧都睇啱佢把刀，所以佢親自將佢自己親嘅把刀送咗俾個總統啦。嗱，呢啲就係喺無敵頭之影呢啲。呢個總統嗱，我都送把刀俾佢㗎，大家高興咁咪俾佢咧。正式有慶咧，就係南家拳和梁世蘇誕辰143週年，第一出整起俾佢哋要把刀引起我做嘅，隨時引起我做嘅。痴迷武術40年嘅潘石輝，憑住半輩子嘅木匠手藝，打開咗武術冷兵器嘅傳統手作之門。平時咧就愛好武術，就去其他處睇下啲刀棍咧，覺得唔係好理想。咁啊，以前我哋係做木嘅，咁誒變咧自己做下，咁啊得到各界嘅武林睇到，咁樣而引起我做嘅興趣啦。輝哥整兵器嘅地方就喺屋企門口嘅路邊，幾乎每一日你都可以透過車流見到佢。我哋全部都用棍仔，通風乾脆快啲啦。
又唔能夠暴曬，暴曬咧佢就易爆，咁咪要陰乾，咁啊條木咧就陰乾後咧就經過一冷一熱，佢就變收縮，基本收縮定。最好一年經過一冷一熱，就再後咧最快都要半年，一定要放得耐越好。木材受溫度、濕度嘅影響，容易變形，所以輝哥手下嘅每一條木棍都要經過1年時間嘅洗禮。待木質基本穩定之後，就會被攞到樓下，開始漫長嘅蛻變之路。咁大年紀嘅人，全部都係用手工嘅，機械嗰啲都冇乜接觸嘅。以前係用啲手刨啊嚟做嘅啫。咁自己係枕住都係用手工嚟做嘅。主要自己嘅愛好，而我哋對於好多樹啊都珍住啲，即係自己即係古老啲啊，珍住啲。咁現時對家下嗰啲人造嘅質量啊，自己有多少反感嘅，咁所以我哋自己特殊做。從4方到8角到圓，輝哥用傳統木匠手刨反覆去刨，一邊刨一邊衡量曲直。無論係開荒用嘅分鐘器，定係唔同規格嘅手刨，全部都係佢自己整嘅。係啊，呢啲係自己整嘅。呢個整得嚿木唔夠大啊！呢嚿木唔夠大啊！初揾木家就有啫，初好惡意嘅。佢喺村處搣啲雞骨、龍頸樹頭、雞骨頭嚟整嘅啫。你想揾嚿呢啲木，好惡意揾嘅以前。要咁望佢啊！咁呢條有少少啫，唔好嚟講。為咗令木棍更直更圓滑，佢創造出一套獨特嘅打木方法。呢啲揾鋸條水管咪啦，鋸條水管嚟，你唔係咁佢咪惡意磨得佢直咯。你諗出嚟啫，做下嘅你知嘅咧，你點樣磨得佢圓？咁你咪採取咁啊。機械做咧就一車出嚟咧，佢就只有圓就唔能夠直。啲人咧好多咧車出嚟後就用火鋼啊，我哋就最反對嘅，因為用火鋼過真直佢咧，佢本身咧就脆嘅，即係鋼傷咗條木就脆咗，一脆咧就玩起上嚟就斷嘅。每一條出自輝哥手嘅木棍，刨好之後放置10幾日，又要再執過，至少要經過3次翻刨，木棍先變得穩定，唔容易斷。就自己做咧，就慢慢嚟，邊度睇到佢邊度攣咧，又是刨邊度，咁啊慢慢一條木刨好長時間，咁啊所以條木又硬又直，刨好後唔基本冇得變形嘅。慢慢磨佢嚟，咁樣藏到佢吻合啊！我家啲刀一安落去，冇螺絲佢唔甩出嚟嘅。啲係我自己割。兩個打鐵佬嘅揼刀打鐵佬揼嗰啲都失敗，自己又咪揼啦。咁諗住實得嘅咁，點知道一樣唔得，再揾人揼又唔得，整亂咗佢。一揼佢噗亂啊！我自己慢慢得閒又先揼下，唔順又先揼下佢。我慢慢揼得耐又有經驗㗎啦。大力嗰頭又唔得，唔夠力又唔得，整1年㗎都。用低效率嘅傳統方法做出高品質嘅傳統手藝，輝哥堅持每一步都靠自己嘅雙手，少一啲機械化，多一份人情味。咁慢慢嚟做咧，就自己達到嗰個自己個
好有所樂嘅感想，就做下嘅，自己都好歡喜嘅。星期六，一班武術愛好者喺潘村祠堂聚會切磋。輝哥受邀將自己新整嘅棍攞出嚟交流拍賣。昆片嚟，我經過10處8處打磨抽埋過一條棍轉，好耐先做到一條㗎。唉，咁咪係行家啲資源啦。你哋喺呢個有欣賞嘅要㗎，呢條棍個底價咧就600蚊。咁啊，就叫一串咧就100蚊，為大家捧個場。等我開個心。好，第一個600蚊，仲有邊個？700一個，仲有邊個？800啊，佢800。1000。咁啊，呢個1000啊。仲有冇人要？又多啲啫。冇人要愛佢得乜嘢？3，好。呢啲手作嘅嘢咧，就現時好少人咁做。咁啊，家下咧往往用機械做嘅都係產生快又要多。我哋家下咧就自己個愛好都唔係講產量。佢啲料靚，手工又靚，關刀啊、棍啊、槍啊，我都同佢買咗。我睇過咁多，冇乜邊度有佢啲咁靚嘅兵器，全隻手自己人手做嘅，機械化就唔靚啦。一流，佢手工真係好靚。我家下一得閒，我就少拎起條棍嚟望下，亂成點，啲人都有話我痴迷嘅。痴迷武術也好，沉迷兵器也罷。真正令輝哥惦記嘅係嗰啲逐漸被機械取代嘅手藝，而一件件俾人讚賞嘅兵器，承載住嘅係佢對手作藝術嘅堅守。做好一條棍，即係個心理都好安樂㗎。第一次聽到而家仲有人用手工整冷兵器，我真係覺得好驚訝。接觸輝哥先知道，原來佢係因為愛好武術，再加上自己係木匠出身，所以想做一件令自己滿意嘅兵器。佢一直話自己堅持用手工整兵器呢，係因為愛好。但其實我覺得佢嘅呢份堅持係嚟源於心底入邊對嗰個年代手藝嘅一種懷念。科技越嚟越發達，手藝似乎已經越嚟越跟唔上時代發展嘅步伐啦。但係轉念一諗，係咪正係呢一啲傳統嘅手藝，先正可以傳達出嗰一份潤物無聲嘅人情味呢？